下一位同事係李浩然議員。好多謝主席。咁咧就我係十分樂見呢，就係政府通過香港氣候藍圖2050年嘅即係建築物節能措施咧，去推動即係香港建築物咧喺節能減排方面嘅一啲嘅進行嘅工作。咁而佢裏邊咧所涉及嘅方面啊方向都係包羅萬有。咁最主要咧係通過即係話建築物嘅一啲嘅審核啊、校驗啊、節能改造等等咧，係去將嗰個耗電量咧係進行一個改進咁樣。咁我哋睇下係用從一個技術嘅層面去睇個發展咧，其實我哋睇得到咧，就話喺節能嘅工作上邊咧，未來一定係主要係通過即係人工智能嘅嗰個系統咧，係做一個即係調控嘅系統，以至咧就係做一個能源嘅效益嘅管理嘅。咁文件當中咧都有提及到喺11D 段嗰度咧，就講到一啲嘅機電人工智能嘅大挑戰啊。咁但係主要咧講到人工智能咧都係一啲推廣性質為主嘅。咁我就想即係了解多一啲咧，即係政府我哋係點樣去諗，即係喺呢個嘅成個節能措施之下咧，人工智能嘅呢個效益管理系統點樣去可以接入啦，同埋進一步嘅鼓勵啦，即係點樣去接入喺措施上面可以接入啦。咁亦都同時問下咧，就係例如一個例子就係喺嗰個資助上邊咧，而家我哋主要係通過即係兩電去做啦。咁但係咧，其實都主要係講緊係即係相關係個耗電本身嘅。咁會唔會喺資助上邊即係都有一啲同例如果係裝一啲嘅人工智能嘅系統去做更加好嘅調控系統？咁其實呢啲可以都喺個範疇裏邊咧，咁想希望政府多啲介紹同埋解釋一下。好，唔該主席。好，唔該，副局。或者請好。係周生。係兩樣嘢，第一樣嘢關於話即係 AI 本身點樣可以應用響即係話叫做應用響節能嗰度咧，其實都機電署咧自己本身咧都做緊啲 trial project 嘅。譬如有一個咧就係嗰啲冷氣嘅機組裏面咧，就喺醫院嗰度嘗試就去用，睇下點樣可能夠咧令到嗰個成個製冷嘅過程咧可以做得比較有效率一啲。咁講緊嗰個節省能源咧，講緊大約係講緊3至到5%。咁展望如果要再推展嘅話咧，當然我哋就會喺業界嘅層面就會即係叫做介紹翻啲技術，即係我哋本身有個創科平台，咁佢本身亦都有啲好嘅點子，咁亦都可以推而廣之。大概即係我哋嗰個 approach 會係咁樣嚟去處理。咁至於你話講緊話響嗰啲節能嗰度，會唔會話係叫做加翻啲人工智能嘅元素啊，或者睇下點樣用啲創新嘅方法嚟去做節能嗰度，係即係我哋叫做兩電嗰個基金嗰度可以幫助得到咧。我哋定期咧，其實都會同兩電咧去商議究竟佢呢個基金點樣去個範圍係如何嘅，佢資助啲乜嘢嘢。咁呢個會係我哋其中一個會去考慮嘅方向嚟嘅。唔該。好，唔該周生。我補充一點咧，其實咧智能電錶嗰啲咧，兩電咧就即係將會即係落實咁變咗咧，即係其實呢啲咧都可以善用個科技咧，係幫助咧節能嗰方面嘅工作。好，唔該副局。